汉罗对角的部分，即马书面统计则已经做甲真标准啊。就是会当敢若显示罗马字，还是敢若显示汉字，或者是罗马字伫下骹，汉字伫顶悬，或者是汉字伫下骹，罗马字伫顶悬。罗马字的部分会当印大罗、印 Unicode 的白话字，或者是甲所有的字拢改做大来显示，因都毋惊迄个条幅乱去。来试看觅，比如讲，汉字伫下骹印大罗，有影汉字伫下骹印大罗，搁倒转去，罗马字伫下骹来印白话字。有影罗马字伫下骹还是白话字。比如讲，敢若印汉字，出来敢若汉字，但是有诶是罗马字，是因为讲伊原底就是无汉字，就是罗马字甲汉字写共款啦。安尼毋才会讲，经汉字迄边看着嘛是罗马字。罗马字，安尼倒来印，有影这拢是倒，拢是倒，你看，一张倒，就是 PNG 的倒，倒。